各位兄弟平安，咱今仔日要分享的主题是平静人生的风景。伫讲道的大声，咱先做伙来祈祷。特别上帝，阮向你祈求，求你予阮有会听的耳、受教的心，予阮伫你的话语头前是甜美柔软的，予你的话语成做阮的快乐甲帮助。安尼祈求，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，阿门。今年5月是一个真特别的5月。首先，咱经历半个世纪以来上严重的大事，有几啊个月的时间，咱就看到封面，看到云，拢袂落来，因掠过台湾的上空，雨就是袂落来。那每一天抬头看日头炎炎的天，真水，一片云也无，也无感觉欢喜。将来嫌台湾雨伤济啦，雨伤大啦，的台湾人第一摆做伙祈求落雨，第一摆为着大雨伫遐欢喜，伫遐跳跳，伫遐唱歌。但因为安尼体验诗篇第65篇。就是迄个描述云顶亲像油在滴的迄首诗歌，其中所描述的。你灌溉土地，你降落雨，你互土地真肥真水，上帝河满满有水，你安尼就灌压土地，为人避办五谷。你互地的田沟透透，你互遐个地。起来的所在也得到润泽，你互雨落来，互土地软软，其中所生长的得到你的祝福。诗篇第65篇的第8到第9节，既然为着气候的日头的好天来烦恼的时阵，咱的疫情却突然就。大风、大烟、大雨，伫一礼拜的中间，疫情反转，对，敢若几个的确诊，到几十个，到几啊百个，咱放松真久的防疫，伫几啊天中间就上紧发条，转到上严的程度，咱无选择。需要改变咱的生活、咱的工作、咱的学习，甚至咱的物也受改变，种种的习惯。真闹热的市区就安尼，忽然拢总无人，有够安静。教会实体聚会礼拜就安尼受到停止，只会当透过网络线上聚会来继续。看那是主年2020年，咱才停止2个月的实体聚会，对3月到5月初，咱有2个月时间是线上礼拜。今年咱就对5月第2礼拜了后，母亲节了后，继续伫网络内底礼拜，毋是干那安尼。将来毋捌追剧，我家己。搁一摆，亲像旧年的习惯共款，每天拢爱看 CDC 的记者会。看的时阵，也将我大学所学遐的已经放了差不多20-30年的病理学、生物统计学，拢摕倒来，对咧分析了解这个病的发展的趋势是安怎。每一礼拜有几啊天，我用几啊点钟，就是坐点电话头前，一通电话泡东工甲兄弟，听因的需要，为因祈祷。伫几啊百通的电话内底，我听见牧区的兄弟对疫情迄款惊吓，迄款愤慨，有人爱适应迄款分流，甚至伫厝里工作迄款无方便，迄款调适。有人开始放无薪假，有人甚至无工作。有人伫分享甲祈祷的时阵，因的背景的声音，就是囡仔的线上课程，就是幼儿伫遐吵闹的声音。有人因为家己也是
厝里的长辈亲人需要等于医院回诊，就真正烦恼，真正担忧，真无闲伫遐安排，敢会当视讯无？敢会当毋免出入伫病院无？有人住伫遐个所谓的热区，已经几若工无法度出门。有人挂念国外亲友的平安甲安全，从来毋知影家己甲兄弟姊妹拢遮甲流目屎啦。阮每一届流目屎伫遐祈祷了的时阵，兄弟常常讲的就是讲，牧师我足感动的，甲你做伙祈祷就有感觉有较好啦，有较好啦。牧师我拢哭呢，我拢哭呢。我忽然发现，这项书就是流目屎祈祷的意义是啥物？就是诗篇第39篇第22节头半段讲的：上主啊，求你听我的祈祷，留心听我的呼求。我哭搁求的时阵，上帝啊，求你帮助我，求你帮助我。伫台湾有几若个月无落雨的气候，伫疫情真突然的大风大影大雨中间，咱反省人生的风景。搁一摆读耶稣基督面对风影的架势，就特别感觉及时。首先，咱拢知人生一定有风影，真少人会经历迄款风平浪静的人生，一生拢无拄着挫折、失丧、苦难、受伤，也是破病等等崎岖的路程。真侪时阵，咱会发现，因为起风，所以有影。无论是因为天时、是天灾，也是大环境的变化，也是咱无法度控制其他因素，造成天起风有凉风，甚至是冷风。咱的人生却因为安尼大影就来。即摆疫情就是安尼，大多数的咱或多或少，咱抑阁是真认真的防疫，但是因为一两个无法度控制破口，咱互扩散的疫情，南甲规身躯淡糊糊。因为安尼无法度预料甲控制突如其来的大风甲大影，咱会惊吓是理所当然的。咱是软弱有限的人类，咱会受伤，咱嘛会死亡，所以咱真正会惊吓。今仔日经文就非常坦白地描述门徒家己的惊吓，因对主耶稣讲：“老师，老师，我要无命，我要死啦！你无感觉？你无看见吗？”甚至伫耶稣平静风影了后，门徒也无法度对迄个真正惊吓、迄款着惊的迄款情绪内底出来。所以面对人生的逆境的时阵，咱其实无需要躲闪，无需要避起来，咱也无需要惊讲这些代志拢无存在。咱爱直接面对伊。面对风影的第一步，就是承认咱真正惊吓，咱的恐慌，咱无能为力，咱无法度做啥物。今仔日的经文，咱其实真熟悉减视。对于儿童主日学的年代，咱就我要唱迄首诗歌。有主在我船上，我就不怕风浪。有主伫咱的船，咱就毋惊风影。但是咱今仔日要搁一摆重新来读这段的经文，看这段经文是咧讲怎样一个故事。马可福音这段经文的记载的位置，是伫耶稣足济的比喻了后，以及医病赶鬼的新约头前。这段经文进前，耶稣所讲的比喻是挂菜子的比喻，是关乎上帝国的比喻。有人讲这是一个关乎信心的比喻，无论是上帝国还是施行神者，拢有一个足特别的关键，就是信心这个议题。首先，主耶稣甲门徒做伙来坐船，伊要渡过加利利湖的一个暗时的路程。
耶稣离开听伊讲道遐个群众，单独甲门徒同行的一个路程。虽然同行有其他的尊者，但是船顶面哪亲像敢若耶稣甲门徒，也因为安尼，这是一个耶稣主动提起的一个水上的旅程。耶稣佮提早去到船顶来等伊的门徒。36节呢讲，因离开群众，耶稣已经伫船顶停候。门徒上船就带伊走，也佫有别个船者同行。然后伫船顶发生啥物代志？耶稣可能是因为一天的行程，也可能是因为面对真侪群众，伊真正忝就上船就困去。伊困了真深沉，连风影渐渐起，连船只伫遐摇愈大的时阵，拢抑个完全无感觉。然后突然就变天。37节呢讲，湖的顶面忽然就有大风，风起大影，影拍伫船内底，就船内面哪亲像水要满出来。是啦，耶稣的门徒内底有几若个拢是掠鱼的人，因对水的生活、水上的生活、船顶的生活，其实无青分。因驶船的技术是专业所需要的，但是这是一个互专业的掠鱼人，也佫拢惊吓的大风大影。水毋是干那入到船内，水甚至要满出来。原本感觉家己就会当来处理的门徒，安尼煞想起来啊，主伫船顶呢。因为安尼，因就惊吓来叫耶稣起来寻求主的帮助。耶稣个人平静大风大影，但是耶稣也教示门徒，因教示因迄个关乎信心的课题。伊让门徒知影敬畏伊，也知影搁靠倚靠伊。毋是安那干那安尼尔，耶稣也留下一个真重要的问题，互所有世代的信仰者，就是危机内底，咱所相信是之水啊？是家己吗？是厉害靠山吗？还是耶稣？伫危险中间，咱倚靠是啥物啊？诚做互上帝所赏赐有上帝形象的人类，咱所拥有的是智慧，是快乐。会当判断，会当创造，会当完成真侪的代志，也因为安尼，咱习惯倚靠家己啦。咱习惯等到所有代志、所有方法拢试了后，拢无法度了后，才来向上帝祈求。这就是咱的习惯。咱伫现实的环境中间，咱照现实所互咱遐的资源条件来思考、来判断、来做决定。咱伫环境中间看见的是咱家己，但是信仰甲咱教示讲，爱有超越环境的看见。咱来学习，毋是看见脚下的风影尔，咱来看见咱伸手的主。咱毋是干那看见眼前的资源，咱来看见上帝对咱迄个毋是干那安尼的心意，毋是干那安尼。是啦。门徒也佫知影耶稣来求救，这是好的代志。但是耶稣进一步就挑战因讲，因爱有超越环境来顺服的信心。因为安尼，这段经文最后一个足趣味、充满反差的结尾，的最后结局，就是门徒对耶稣也佫无信心，未听叹伊的时阵，风影已经听叹耶稣了。已经顺服耶稣了，信仰带来看见，除了互咱袂为死，就敢若看到脚下的风影，甚至也互咱对逆境
对风景的看法有真侪改变。若是咱的人生，敢若真肤浅、真表面、一帆风顺，咱就无法度有搁较深的学习。有的人生的功课，特别是遐搁较困难的功课，咱只有伫逆境来学习来学着。逆境伊教示咱怎样是忍耐，怎有互咱的人生有韧性、有坚韧、有勇气、有坚持、有感恩、有珍惜、有看透人生的迄个通达。这拢是繁花似锦，敢若有开花、有好天的顺境，袂会教示咱的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请你爱互风景成做你人生的养料、营养啦，互对的成做训练咱更较勇壮的教练。请会记哩，风景可能是甲咱吞落去会大的怪兽。但是，还有可能成做将咱带去到更较悬的云车甲火马。所以，伫风影来的时阵，伫对着攻击的时阵，咱毋好伤紧急，亲像温度安尼乱化，讲啊要死啊要死啊！咱毋好亲像温度，也是讲有一寡人，敢若会遐伫遐埋怨，开伫遐吐气。乃是要甲足款的代志转化做一个真难得的机会，咱就会当面对风影，更较成长，更较勇壮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咱会当安尼确定有勇气来面对风影，是因为咱深信主要互咱力量，要加添咱困难，这就是得胜的秘诀。因为安尼经过人生关山山谷的使徒保罗安尼讲，我知怎样过善车的生活，也知怎样过富裕的生活。我已经得到秘诀，饱也好，枵也好，丰富也好，欠客也好，什么时阵我拢知足。藉着主耶稣基督所享受的困难，我会当适应任何的状况。现在中文用本讲随时随地，和合本讲随时随在，所讲的拢是伫任何甲每一种的情境内底，咱都已经得胜到有存。咱会进入较深的属灵的境界，就是对期待生命内底的风平浪静，到会当借着信心行伫水面顶面。马可福音阁来第6章就要讲迄个故事。主耶稣甲门徒的故事，甲咱讲，就算是人生难免有风影，主为咱平静风影。因为有安尼确信，咱就无阁惊吓。咱甚至会当伫风影内底来学习、来成长，真正有一个乘风破浪的人生。咱会当更较勇壮，更较坚韧。咱会当成做带着伤痕的勇士。咱会当伫经历困难了后，活过头就坚固咱的兄弟姊妹。就像路加福音第22章32节。耶稣对彼得所讲的，咱会当经历华人塔鲁库族的周玉峰牧师所经历迄款患难中的平安。这个创造过真侪人爱唱的神秘谷之声，诸如明亮晨星诗歌的原住民福音诗歌作者，伫经历失丧了后，伫人生的黑暗暝中间，伊就创造了主永活伫我心这首诗歌。这是一首华语的诗歌，诗歌安尼提醒咱的确会做有大风大影。头前的路站常常无真平坦，但是有主同行，咱永远会当欢喜唱歌，会当得胜到有存。诗歌安尼唱讲。
不要向天色唱情郎，要是雨暴风巨浪。虽然前路崎岖不停，要我主与我同行，我要永远赞美我的主，因救主居在我心房。我要永远赞美我的主，今救主永活在我心，再也没有孤单悲伤，主用伸手扶持我，纵然黑云遮盖前路，我只有欢乐歌唱。我要永远赞美我的主，今救主居在我心房。我要永远赞美我的主，今救主永活在我心。阿们。做伙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是赏赐性命的主。虽然我的性命会有山有谷，有好天也会落雨，有顺境也有逆境，主你伫我的心内，我就无惊吓。你甲我三当行，就用你的对你的拐来安慰、扶持、保护、引带我。所以我要伫黑暗暝内底摇鼓唱歌，伫对敌的营内摇鼓得胜到有存。安尼祈祷，拢是奉靠主所祈祷的圣名来求，阿门。